唔那咱家己爱提醒咱的国家也爱变强，这国防部成立着联合火力协调中心。风声讲咧，有这美国人员进驻台美施行联合幕僚作业，也若会防即支讲敢是美国有伫甲咱监军咧。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讲，这毋是监军，是台美军事交流已经制度化了。 三台飞弹车做伙发射，声音真响。甲美国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操演实弹射击，台美军事合作毋那是军售。国防部成立联合火力协调中心，传出有美国人员进驻，台美已经实施联合幕僚的作业。不过，马方质疑军方去互美国监视。郭立雄驳回讲，这绝对毋是事实，强调台美军事交流已经制度化。 提到所谓监军之说，我这边要特别澄清，这绝非事实。基于自动化的一些机制来进行这些交流，那会深化各领域方面的合作，来强化我们的防卫作战能力。国军强化战略，除了甲美国买海马斯系统会当发射的 M57陆军战术飞弹、海底汽车飞弹等等，国产的嘛有向3型轻型反舰飞弹、向2E巡弋飞弹等等。专家就有并分析。 联合火力协调中心会当协调无共军种，甲装备伫咧烧战的时阵火力的部署。虽然美国可能会互咱建议，不过安怎下命令，要是掌握伫国军的手头。哪一个距离部分针对哪一种目标来实施这样的攻击是最有效的？我想美军现在比我们更有经验，美军在旁只是做一些建议的角色，那最终还是要由国军自己去下决定来执行作战任务。 台美军事合作持续深化，提升反制中国军方的实力。不过最近，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杰、甲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两个人去立案调查，外界关注敢会加速中国武力拍台湾的可能性。看的不是说哪一个高层异动就足以来推断，我们要以各种的联合情侦手段，以及跟友盟交换情资来掌握。 各种的征候，你弱的话的可能性很高，你强的话可能性很低，你没办法控制他的动作，可是你要控制你的动作，所以你减少这可能性，你就是要强。胡锦涛认为讲，中国若拍台湾，拍赢的机会无大，不过若互台湾内乱，就会增加因成功的机会。呼吁朝野都要做伙支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来降低中国拍台湾的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